呀，你快点儿，我下午还有事儿呢。急什么？我可是抽时间陪你玩的啊。哎，亮了。哎，门开了。电摩擦，安静的。别动，我来。这种情况，机关一般都在上面。这里，走吧。哎呀妈呀！一定在这儿。这个。门开了。这次一定要让我来。你来什么？你就打开。我当老师的还不如一个剪头发的，这次让我来。哎，剪头发怎么了？你还不得靠剪头发的养？你的钱不一定是怎么挣的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整天跟异性顾客谈天说地，把酒言欢，涂脂抹粉，简直庸俗不堪。我对你一直很忠诚，你别诱导我啊！王海霞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欺人太甚。我自从嫁到你们家来，我天天都受气。啊，我一个女人是吧？挣钱是我，洗衣做饭还是我啊，生孩子、养孩子、伺候你爸妈还是我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躲什么躲啊？啊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有什么出息？你当个小学语文老师，工资挣不上，本事你没有啊！你天天让我说你吃苦受累，我还欺人太甚了啊！你讲不讲道理？当初你是自愿嫁给我。离婚？海霞，跟你开玩笑呢。海霞，你还真当真了？海霞，别生气了，海霞啊！赶快，最后一关了。哎，门开了。终于逃出去了，为什么不走啊？这儿更好。哪儿好？这儿更有希望啊。你说，生活和游戏哪个更轻松啊？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说，理一个最帅的发型，让别人看起来他从没有绝望过。行。哎，等等，理丝发多少钱呢？啊，150，哥。哎，你等等，5块行吗？5块？发生点意外。这次我可以不收你钱。哥，我平时只理光头，理发加聊天，一共150。我们平时啊，都是一理半天的。没事啊。二位，超时30分钟了，后面有人呢。结账。你们先玩，马上就过来啊！真羡慕你，能在游戏中生活。是把生活当成游戏。